继续要来讲，庙寺是宗教信仰的基地，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。内政部的统计，台湾佛教、道教的庙寺超过12000间。庙寺所服侍的神明，对信众来讲是心灵的寄托。但是这身上长时间互香烟安尼熏，甚至有酒虫、鸟鼠来作怪，嘛会损害。55岁金明伟是新北市政府无形文化资产新乡守护基艺保存者，有30多年的资历。伊要守护台北下海城隍庙200多尊的神像。伊的后生金建德受伊的影响，嘛对爸爸共同来担起着文化传承的重任。传统基艺复兴系列的报道，咱就来看新宿的修复师安怎秉持初心，传承唱诗的精神。我们不舍得，有的不修理，他就退役，退身以后他就火化掉，封了一个神医神。我是医神明的医生。我们现在是修复，也要修旧，要有岁月的痕迹。把一些以前失去的工艺把它还原回来，我会觉得说很骄傲吧。信徒手举香虔诚祈求，看向庙内底神像，就亲像带来安定力量。定点的主神霞海城隍爷，我觉得他是最有特色的，就是你什么时候看他，他好像都是微笑的感觉，你就从很深层的感受到，好像就一股喜乐。神像的存在是庙的精神象征，综合工艺需要被用心保存。超过100年历史的台北霞海城隍庙供奉神像最高峰时有600多尊，而现今庙宇有200多尊，庇应广大信众，而它庄严的神态就需要专人来打理。分享拜请城隍妈城隍公今仔日咱是这个例行的，我们要来给你检查你们清理一下，看有没有坏。传统跟那年祭时下，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城隍爷、城隍夫人，才会请出神龛。通宝机破练珠宝，不过若是拄到神像医生孙建吉，拢比较最勤保守。之前咱分家规身拢乌怎么穿甲呢保持了55岁金明辉有超过30年神像的修复资料，伊嘛是新北市政府无形文化资产的基艺保存者。但是跟他们等回等呢？对啊，你看又开始了。因为一般的神大家都怎样，愈古愈好，就可以一直古，就袂使换衫哦，唔通换衫哦，唔通换帽啊，换咧，那安尼，安尼，都有腐朽坏掉，你没修不行。历史珍贵台北下海城隍庙神像种类多，上古早会当追溯到清朝咸丰年间，收回咱都监管。民国时期雕刻的主要是北部2大兵书、潘雕和王德水作品。黄道亮老师他的特殊就是在这个龙福州派的粉线，他们是用点的，但是他的龙身是用沙子喷下去的，所以跟人家与众不同。我们现在修理的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这些师傅不在了，我们要帮他保留他们的原貌。这些都是补的，连这尊其实整个身体那时候是香烟都已经熏到都黑了，我们这个都是补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检查它是实心的声音，就是没有跟木头归类，就是我们要保存的很好。1994年，台北下海城隍庙大展销，金明辉当时只是修复团队的人，
即摆伊是避风专辑的新上牺牲。我对他第一次的印象，我那天做的景那叫有理啦，怎么这么讲究？因为你知道，一个尊神里面不是漂不漂亮、好不好，那个运要雕到啊，所以他最有名的修护，然后是我们感动到的，就是月下老人。个人去的国学路程，伊的门面嘛靠金兵会集体重新出场。啊，这不是闭开啊，闭开呢，要闭开哦，啊闭开伊这么个念无好哦，我说啊念无好就看他狗啊接出来，哦，看见他就看伊打了，慢慢啊，就好像他在弄那一尊神的时候，跟他去用那个人赶快，就惊伊疼，就惊伊安怎。长时间受到香火风过身上，容貌身形留下岁月痕迹，代表历史的刻痕。按照老师傅的讲解技法，修复的标准是爱维持原貌，袂当随意改变。这个就是破菇但是我说的，我们会压它，没有会脱落，就是它已经，它还是咬，它又很久又咬住了。修好了，大家要拜了，哦，原来咱兜的神遮水。这一块匾呢，就是我们城隍庙管理人陈文文送我的神医神。金明会来自从描写家接听接看对身上雕刻的工艺深深兴趣。高中毕业了后，伊决定无搁再升学，到复古店学做师兄。以前就是要靠自己的眼力，师傅是点到为止而已，其他你就是要自己的眼力去看这样子。辛苦的就是磨砂纸，磨到这个手都会破皮。这些土底啊，就是去除掉，去除掉我们是用刀子这样我慢慢把它刮下来。对金兵会来讲，修复就可比地皮，对症下药进前，爱甲身上的关系检查清清气，才个一直磨好平。打磨的搞不好要1-2个礼拜这样子，慢慢的帮它清除掉，磨好以后清干净以后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打土底了。打土底这是基本功啊，这。工人擦地上少擦6元到7元，擦了吹好刀，再个磨开，了时个复杂的技术，爱心懂会得会才当出师。我接触古佛，第一尊修护的就是广泽中郎，法式线的神像，泉州派啦、漳州派的好神像是多么细腻。就看到这尊广泽中郎的时候，我就深深的吸引到，就。一头就栽下去，这个修护的这个工作这样。总是敲开模样，互人叫一个地档认出来。伊是广德尊王，因为希望是早年福建泉州人移民来台湾，家家户户服侍上济守护神，嘛自然将做身上守护的入门师傅。那时候他已经面目已经全非了，就是只剩下几个点。我们只能用土底用针慢慢的就是挑，就是帮它补上去，补了差1-2个月，所以我们那时候还要再赶快找一些资料，大概他的脸部泉州派做法是怎么样，按照参考这样子，帮他打，就是修，打掉了以后就发现说它是一个脸谱，里面它的原创作的脸是这么漂亮。那挂面过是开宗圣王，是金明会伫咧修复时，启发起有力观察能力的另外一位师傅。眼部就是很奇怪，头很大，可是我们又在考虑说，也不可能是怎么样，这莫名其妙有一天晚上，好不管它，就把它整个脸敲掉好了，就敲掉以后就是变成一个面具出来，它底下呈现的是它原本的造型。其实这些老佛像就是像我们的老师傅一样，他不会讲，但是他说你就看我身上，你能够看到我多少东西，你就可以学习到多少东西这样。
新乡用心教，和金明会为真济摆经验内底磨练讲解。即马希望带家己后生走入新领域。我没有勉强他，他可能就是跟我一样，就是从小眼睛开，就是看到这些，他就无形中我也不知道他也会这么喜欢啊。就是旁边都是这些东西，然后你就去摸、去看、去玩，然后就引申出这个兴趣来了吧。就不会觉得说它是什么很遥远、很古老，然后觉得很土的东西啊。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漆线，我们在神像身上的纹路的原料，然后它主要主成分就是桐油，然后加上我们一些漆料，然后用铁锤捶打成团，然后再加到我们这个机器里面去，把它透过压力把它压出来，变成一条线这样子。新明身上都会将它用真旧的头毛丝砍刷出伊的外形。你手要拉，也要不要让这条线歪掉，不会抖，要平衡度要高这样，所以有时候会憋气，不能动这样子。动作要紧，再个精准，因为若是出差错，都必须搬平顶来。后生有心想要学，爸爸说有嘴无得讲，唔知影要为对讲起。这个线转弯怎么样转这样，他就是啊，你就看嘛，你就看，他就是你就看嘛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也不会讲说要怎么样做，可是你就说你就照着我看着怎样做，所以这冲突就是说要看我好像看不懂啊。吵架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子？就是冷战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不讲话，但是最后还是我要妥协。这个就是被虫蛀的，跟白蚁蛀的不一样，白蚁的洞比较大，我们就要从这样灌填充器下去，灌到你看它现在会一直吸进去，它的洞就是多深，它就会吃多进去。你看它做的好像很简单，但是你实际你自己去摸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简单。不要惊，就算有冲突，不过双方对这份修复工艺的爱坚持落去，将这互相上大摆工作团。这个就是我们做香里面那个粘香粉的调剂量。热莲香嘛是传统布袋戏红花制作材料。金见到调好势，所落来由金明会来个新香修补。做这一门有时候很乏味，有时候现在年轻人有的人会坐不住。他刚好儿子也有可能个性比较内向吧，他也比较坐得住。有时候他现在也会超越我，就是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有做出他的东西。我都觉得，哎，你怎么不按照规矩做嘞？可是他做出来的东西，哎，又有我们现在的味道，这样子。有上班学生，无上班先生，不要惊对新香修复继续修香。我们现在是修护，也要修旧，还要有岁月的痕迹，所以有一些都不打底跟不补，直接就上彩了，才有一些岁月的痕迹。修复到较早状态是关键，已经擦新擦的新香，落尾还阁擦一烟灯油，才算是完工。这都还没有上漆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边上漆。坊间现在修理的就是把它修理成新的，就失去了那一种味道。所以我跟儿子就说：“哎，我们是不是要修旧如旧？就是看它一样坏哪里，再把它修到一样那个味道，它继续下去的延续。”很好哈，来烤掉。修复工艺和新香会当世代保留。这是一个兴趣啊，可以看到不同的老神像，我们接触到不同的事物的功夫，我们可以把一些以前失去的工艺把它还原回来，会进步，所以我还是继续会走下去，一直走下去吧。对，这是我的收藏。老社会初中新世代新接手工艺工作者的精神。做伙当起新香修复，传统技艺复兴的使命。